来啊！你先来。那我来喽。我赢喽，愿赌服输。行。再来。你说啊，姐姐可不许耍赖。弟弟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该走了。啊？乖，我们要把更好的留给下次啊。姐姐可真不公平，我这……楚远，你到哪儿了呀？10点了还不来上班？10点了。对不起。陈楚玉，有没有点时间观念？看现在几点了？实在是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有什么用？几次了？你跟我说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开始吧。今天我们的会议主要目的是探讨一下他今天有点奇怪，游戏改变方向。韩总，您说两句。今天两边公司的同事正式认识一下，不用太紧张。韩总，您真好。说实在的，我们这些搞内容的，有时候卡灵感真的很难受。是啊，主编。哎，陈春月，我记得你每次写恋爱情节都特别容易卡，好像都是文正帮忙的呢。初运这个项目毕竟是我在负责嘛，我帮他是应该的。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讨论改变方向吧。行，你觉得呢？这是这么说的啊？哎，韩总，您说，我是特别同意您说这个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时间也不早了。我们这个项目呢，会合作很长一段时间，未来就辛苦大家了，好不好？韩总，你去约个地方，改天请大家吃个饭。这都不好意思啊，还不快谢谢韩总。谢谢韩总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项目，您还得多多担待点。来，今天主编出差，让我陪好您。没事，坐吧。啊，对，韩总，好久不见啊，韩总，我还是想去那边。嘛呀你？快去！哎，楚月，坐这儿来，快来。好。大家随便点啊。今晚又向韩总破费了。没关系，大家尽兴就行。这看着也不错。哎，我们要不点点酒吧？聚会不喝酒多没意思啊！好啊，可以。点这个。你能喝酒吗？一般。这度数挺高啊。那少喝点吧。能喝多吧这个？韩总，你怎么不关心我啊？妈耶，这桌就属你酒量最大。怎么说话呢？干杯！干杯！来。快吃！来，楚月，这很好吃。尝尝这个。哎呀，你们这粉红泡泡呀！哎，我觉得我们光吃饭少点气氛，要不玩个游戏怎么样？真无聊。你可以不玩。好啊。那既然韩总说了，那我们大家一起玩一个吧。好，那可以啊。玩什么游戏啊？游戏叫我有你没有，大家都玩过吧？玩过，谁没玩过？那初运先来吧。我来嘛。快来吧，来吧。把手举起来。来嘛。我母胎单身。哇，真嘟假嘟？我有厨师证、潜水证、律师证。哇，还得是厉害呀，韩总。
我结过婚。好，你这也算呀？你这不耍赖吗？主编，就属你岁数最大。我给大家搞一个简单点的吧。我家里有养宠物。我也养过。你养过啊？这个也没有啊？我当众给别人表白过，还成功了。就你啊！我来说一个，我说在场我没有喜欢的人。哦。我输了，这杯我喝。哎，喝酒。我也输了，我也喝。初云，你少喝点，你忘了你才没倒的战绩了吗？喝了几杯了？好像第3杯了。哎，干杯！干杯！咱喝咱的。这酒量不行啊。我那咖啡机是不是应该保养一下了？跟之前一样吧。好。韩早，贺文燕，完了，这下糟了。初云，你进步了呀，3杯还能醒过来。我没事啊，现在还能走直线。你们先吃，我去趟洗手间。明天早上8点帮我送一杯咖啡到磊哥那儿。好的，老板。啊，要热的。哎，好。行，明天不见不散。嗨，弟弟。姐姐，刚刚坐在那儿的人是你啊？你在这干嘛？我在这边喝2杯，然后看见我朋友坐在那儿。你朋友？对啊，就是刚刚坐在你旁边那个。韩子昂？对啊，怎么这么惊讶？难道有什么事儿是不能让我知道的？没有，我就是感叹一下，这个宇宙实在是太小了。那既然都认识，我过去打个招呼吧。嘿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这谁啊？我怎么不能来？长得挺帅。凑过去，差点人了。好吃。下次还来。你好，加个位子。姐姐快坐。我这个给你。你们认识啊？我们认不认识的，大家喝杯酒不就都认识了吗？是吧？我们来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那个，你们先吃，我上个厕所。吃点东西吧。怎么，不合胃口？没有啊，我是在想，既然大家这么热情的话，那我们就让新来的朋友敬大家一杯吧。那既然是韩总的朋友，我敬你一个吧。我叫刚子。我也敬你一杯，大家都快敬他一杯。好，来，干杯！韩总的朋友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他的事儿我知道。注意安全啊！走，我记得你小时候还尿床呢。兄弟，家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什么你这？
初韵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有啥好送？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有啥好送？走吧，主编兄弟。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咱们也撤吧。好。非常感谢韩总这次的盛情款待，这个项目我们一定好好做。小杨，把初韵送回去。行，我叫个车给他拉回去。我顺路，我送他吧。啊，那可真是麻烦韩总了。哎，小杨，咱们走吧，辛苦韩总了。头好晕。韩子昂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我没喝多。该回家了。我要去公司，我要去给韩总改稿子。不着急。不行，我着急，但是恋爱情节太难写了。就是你，小韩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眼力劲儿？你现在就把我扶起来。扶起来。没想好明天的生活，离岸的船该往哪里停泊？能否遇见某一处午夜，把惊动的雪躲一躲？四季的风好心降落，吹着我将你的窗前路过。我做了些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昨天晚上他们送你回来的。谁啊？不会是杨文正吧？哎，你昨天干嘛去了？我昨天晚上为了躲避抓我的人跑了一夜。有人抓你？那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可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？还不是因为你的匹配关系出了错误，你又不肯直接退婚，拖了这么久。那如果他们抓到你，会不会危及生命啊？只要你配合我，就不会。那只有取消婚约才能帮到你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韩子昂……打住！你和韩子昂匹配指数只有27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不想说了，我就上班了。初韵，有人找我，我得出去一趟。你怎么还没下班啊？开会，中间休息出来透口气。你呢？我的 KPI 还没完成。
我不是说这个。这个地方这么美，正好完成我们的 KPI。那你给我看看。你把我拍这么丑，你能不能给我拍好看点儿？我觉得还好。你的 KPI 没完成，是因为卡剧情了吗？你说明知道两个人在一起是悲剧结局，那还有必要开始吗？是没开始比较遗憾，还是在一起之后没有好结局比较遗憾？我觉得两个都挺遗憾的。你是作者，你可以改啊。感情不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吗？但是顺其自然就没有戏剧冲突了。我不喜欢悲剧结局，那是强设定。改，我是甲方。心情好点了吗？切，冷了？我们回去吧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有点头疼。早知道昨天不穿那么少了。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连自己都照顾不好。你怎么跟我妈似的？我这是关心你。你放心吧，我过一阵就好了。你们这地球人身体素质，风一吹就感冒了。哦，对了，最近研究院派来找我的人总在附近晃悠，我担心他们找到你家，我出去看看再回来。那你小心点啊。呵，这是谁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我之前存的一个诈骗电话，你不用理他。哦，先别开。为什么呀？你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给人开门？你知道多少独居女生就是因为随便给人开门遇到危险吗？怎么会啊？你今儿怎么这么奇怪？我去猫眼看看。你不信我是吧？我点的外卖，我给忘了。那你早点吃完睡觉，我出去一趟。那你早点回来，注意安全啊。行。来了，杨老师。初月，主编说让我过来看看你。哦，那进屋坐吧。好，我给你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药，你一会儿记得吃上。谢谢杨老师。你还没吃饭呢。那你先吃饭吧。好，那你就。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生病了，特意来看看你。不请我进去吗？进来吧。韩总。坐，初月。好，杨老师你也坐。好。你吃这些都没什么营养。是这个。这个是我刚点的外卖。这个药效果也不行。是这个。谢谢。杨先生今天不上班吗？韩总，那初月，我先回公司了，你好好休息。谢谢杨老师来看我，我送你一下。你生着病呢，注意休息。不用送了，初月，我先回去了。
吃饭吧。你这身体就只缺乏锻炼，等你好了，跟我去晨跑。那你好好休息吧。来，我走了。我偷听到一个方法，可以让研究院的人暂时找不到你。你说，2枚契约戒指在一起就可以隐匿踪迹，共有5米的覆盖范围，所以你只要待在陈初韵的身边，他们就暂时发现不了你了。我知道了。走啊。走。运动之前先拉伸一下，走吧。你等会儿我。不行了，刚开始都这样，坚持下来就好了。今天就跑到这儿不行吗？不行，你还没有达到运动的标准。走。哎，那休息5分钟行不行啊？行吧。喂，这么早你去哪儿了？我和陈野都到家里了。我在跑步呢嘛。赶紧回来吧。好，我现在回去啊。我妈喊我回去，那我现在回去啊，拜拜。哎，你看你那个样子，长大了结婚可怎么办呢？婶婶，智者不入爱河，更何况我年纪还小着呢。哎，你大学那个不是挺好的吗？分手了？早分了。小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不是给你个惊喜吗？你还会去跑步呢，锻炼身体啊。早起锻炼是好事儿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这一天精气神还没有我这个年纪的人好呢。一个人去跑的啊？跑步还需要叫别人一起吗？这不是听说你要结婚了吗？别不承认啊，如实招来。长得帅不帅？对你好不好？他是干什么的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啊，没有。你张姨的儿子长得可帅了。真的假的，婶婶？给我看照片。妈，那就这张，看看他俩多般配呀！哇，你刚刚该不会是跟他一起去跑的步吧？我姐夫是做什么的呀？开游戏公司的，他俩还在同一栋写字楼，你说这还不是缘分吗？姐，这你明天得带我见见了，刚好我也有个惊喜要给你。我尝尝，这个味道还不错，是不错。来，拍张照吧，一会儿发个朋友圈。我觉得这张好看一点，对吧？你觉得呢？这张要比这张的色调好一点。姐姐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儿？跟我来。姐姐，前面都到酒店了，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带你到酒店当然是韩子昂。怎么了？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哎，等等，怎么？你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吗？对啊，当然是了。
你跟我来。来，小心点啊，往前走。好，我们到房间啦，小心脚下。坐，小心头。姐姐，哎，对不住了，下次再约。韩子，糟了，又忘了时间，怎么这么快就到点了？楚玉，楚玉，这是哪儿啊？捉奸现场，潘子昂和这个女人刚从酒店出来。楚玉，过来。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就是碰巧路过。你问问他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我们公司的投资人赵总在楼下咖啡厅聊关于你的项目，正好你过来了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聊工作呀？赵总，我还有事儿。这就是先走了。他今天有点奇怪的作者陈初韵。哦，你就是陈初韵啊！刚刚韩总跟我说了你的作品，我挺喜欢当中的故事。谢谢赵总的赏识，我的作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你别谦虚了，韩总，下次有空一起出来吃个饭，你把陈初韵也喊上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慢走。谢谢赵总。我们公司的投资人出差就住在这个酒店，我就找他来谈一谈关于你漫画投资的事情。我知道啊，你说过了。我怕你误会嘛。我相信你。那你一会儿有事吗？这附近有一家特别好的餐厅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，走吧。你这不行啊！你都参考我了，还不把我画帅点儿？姐，你这是研究起来科幻了？怎么还画外星人呢？这个漫画讲的是一个普通的女孩，因为一个外星女孩的到来，在别人眼中变成了双重人格的故事。为什么这个外星人到来了，她就变成双重人格了？当然是来纠正错误、寻找真爱的啦。他们星球的科技手段可以使两个人的大脑连接在一起，这样外星女孩就可以在不暴露的情况下替地球女孩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？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感情问题？外星女孩是依靠数据来进行选择，那数据显示这个女孩和男主并不匹配，所以他们并不适合在一起。那他们这数据又是怎么测量的呢？用 APP 吗？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，系统会自动帮你分析出最优的选择，多节省时间啊！他们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比 APP 更有意思。那这也太没意思了吧？哼，我现在总算知道你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了。怎么会呢？那就没有惊喜了呀。选择之所以让人两难，那是因为结果都是未知的，未知才会有惊喜啊。哼，选错了就是惊吓，你可别被他影响了。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有什么道理啊？你知道选错的后果吗？那如果这个外星人告诉他，你的指数和男主的匹配指数很低，但是他可以通过他们的数据来帮你找到你的真命天子，你会怎么做？听起来不太靠谱。怎么就不靠谱了？他们的这个数据支撑是什么呢？就像星座，有的人说白羊座和狮子座更配，有的人觉得双子座和水瓶座更配。可是这还是要看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相处啊，毕竟数据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你说的挺对的。对什么对啊？让我来。谁告诉你数据是死的？明明是你们的科技比较落后。你们？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奇奇怪怪的，跟变了个人一样？谁变了？反正数据是不会出错的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们不是在聊漫画吗？啊！
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姐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我太累了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没事吗？